10美金一啖嘅槍腳汁喺短短1個鐘之內賣晒。如果俾咗你，你會唔會試下去飲？連續幾日落暴雨嘅夏天為特地帶嚟美腿，正所謂男兒膝下有黃金，女兒腳下值千金。到底樣靚同腳味係咪掛鈎嘅呢？腳味唔係嚟自於你嘅汗味，亦都唔係嚟自於你嘅細菌。細菌本身係冇味嘅，你聞到個味係嚟自於細菌嘅排泄物。中意佢嘅人依然會當做信仰，科學喺信仰面前一文不值。一個阿嬸同一個後生女一齊撩鼻屎，後生女個粒撩出嚟係好食啲。所謂嘅變態係嚟自於鹹濕，鹹濕係一種天性。唔識鹹濕你班愚蠢嘅人類一早絕咗種啦！你老豆唔鹹濕，你老母點樣生你出嚟啊？石頭爆出嚟啊？龜頭爆破有份？鹹濕喺唔影響其他人嘅情況之下係絕對冇問題。一個阿叔睇緊鹹片，只要佢唔開聲嘅話，其實呢樣嘢係冇問題嘅。只要你喺對方身體上任何個部位想用舌頭，都係屬於鹹濕。器官定係生殖器都係無分貴賤，無論啱啱過咗嘅6月9號定係韓劇嘅浪漫情節，都係男女嘅一種鹹濕行為。而腳唔係一種經常攞出嚟嘅器官，有一種神秘感。人類中意佢已經有好幾千年嘅歷史。喺古代要摘腳就知，喺 N 年前嘅古代唔好話望其他部位啊，出街及下女都可能比較麻煩法。呢方面啲嘰哩咕嚕啊做得幾好啊！所謂嘅變態只係唔符合大眾普遍嘅認知，但當怪癖俾一大堆人同時實踐，就唔再係一種變態，而係一種新嘅信仰。思考題：到底呢一個係主流大眾定出嚟嘅道德標準，定係一場欺騙全人類嘅笑話？歡迎留言 like 訂閱，分享你嘅想法，勇敢地同全世界講，你係腳膠。呢段片咧揾個女仔講公信力比較大。